號選手賭 Sir， 佢嘅參賽項目係100米短跑。上個禮拜翻工嘅時候，創造咗0.01秒攝入車門嘅佳績。咁睇下佢今日可唔可以刷新紀錄啦？請勿靠近車門，如果被車門夾住，唔使驚，保持鎮定，深呼吸3下，由1數到100。已經到達下一站，你可以攞翻隻手出嚟啦。嘿，賭 Sir， 哇，聽講你整親隻手喎。仲好提添。唉，地鐵車門啊，夾人啊，真係冇人性嘅，夾到人啊又唔識彈開，我要投訴，我要抗議，我要賠償啊！咁你係咪好趕時間咯？係啊，香港人邊個唔趕時間啫？咁車門同幕門啊開始閂埋，仲嘟嘟聲響嘅嗰個時候啊，你先至衝上車？咁有咩問題啫？嘟嘟嘟，即係叫你快啲上車嘛！嗱，平時過馬路都係咁噶啦。交通燈嗰個公仔啊慘嗰陣先至發力衝啊嘛，咁個車門啊就嚟閂埋，咁你有冇伸隻手啊腳啊咁樣去擋住個車門啊？梗係有啦，擋呢門啊我最拿手噶啦，一擋到門咧就會彈開。嗱，地鐵車門咧就唔得嘅，嗱，個 sensor 乜嘢都 sense 唔到嘅。唉，啱啱就有個9歲嘅小朋友，媽媽就帶佢同細佬去迪士尼樂園玩。點知佢上咗地鐵，媽媽就仲未上到車，佢咪諗住拉開道門搵媽媽咯。就咁俾隻車門夾住3隻手指啦。上個月啊，有個5歲嘅女仔，又喺上車嗰陣時，俾車門夾住4隻手指啊！個車門又係紋風不動，幾冇人性。車門啊，梗係冇人性啦，只不過你有噶嘛。而家又唔係要參加全運啊、東亞運啊咁點解要喺搭地鐵嘅時候考驗自己嘅身段夠唔夠郭晶晶咁靚，身手又夠唔夠李小鵬咁靈敏，爆炸力、衝刺力又係咪要媲美劉翔呢？其實呢，地鐵已經一再廣播唔好再衝門噶啦，點解大家仲要做盲牛呢？車門夾到人，被夾嗰個梗係痛啦，又會阻住其他嘅乘客，你話幾咁唔好意思呢？係咪？嗱，今年1至到9月份啊，地鐵乘客啦或者係隨身物品被車門夾住，引致到列車延誤呢超過1分鐘嘅個案啊，已經有112宗噶啦。大家屢勸不改，唔通真係要出告票？